好，来继续来看大学学科能力的测验。这个礼拜5、拜6要来考试，因应着疫情的关系，这个考试是加一寡措施。以台中市来讲，这个考试全程拢爱挂喙罨，食饭的时阵都爱用隔板。若家长袂当来陪考，只有身心障碍或者是重大疾病考生会当有一个家长来陪考。考生若是发烧，这个下头温超过37度半，这个体温超过38度，都要刷到另外准备的防疫的考试场来考试。大学学测是重大考试，因过有真侪家长的陪考，因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无开放一般生的家长陪考。是有重大疾病或是有意外、临时有意外的这个伤病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也都要事先跟我们大考中心来做申请。以台中市来讲，就算符合资格，会使入去学校陪考的家长，嘛要登记姓名。家长不能陪考的话，它也是有一定的原因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，应该不会对考生造成太大影响。学生考试时拢爱挂喙罨，若是袂记挂喙罨，也是喙罨的救大登去，学校冇准备。那这2天因为疫情有升高扩大的趋势，我们务必做到环境安全，让孩子们安心考试。若是考生头壳遐温度达到37度半，也是耳孔温度有到38度，那呢就要刷到学校的防疫试场来考试。各间学校拢有防疫试场，数量无同款。台中二中有5间，另外学生食中昼饭的时，爱伫个桌仔顶放这个纸的隔板当喙烂。台中有10间考场，拢有医护人员，会使伫第一时间对考生的身体状况做初步的判断。